另外，国际有名嘅表演团体 Blue Man 蓝眼，受唐中奥运的邀请来台湾演出。看到100不太岁的演出，因为也想会听说陆家做一场公益的演出，也门票买多的钱为演出费来赈灾。一看到Blue Man出现，现场的观众听到啵啵铿铿，强烈的声光效果披顶太马鼓上的音乐演出。Blue Man 动有戏剧性 UTP 的表演，大家看到唔爱撞眼。Blue Man 也拜接受唐中奥运的邀请来台演出，多年台湾第8制度出到演唱嘅开 ，TP 下演一场公益场，买到嘅门票钱不减半仔面，比台湾轻一分10点。我们非常佩服的是，当蓝人组他们知道台湾发生灾变以后，他们主动提供今天的公益场，然后所有的售票所得全部捐作我们南部的救灾啊。我们对他们这样一举，除了表达感激感谢以外，这也是四海一家一种精神的表现呢。爱心无国界，Blue Man家人奉献爱心，希望仔面做得结家第800岁在嘅总统制度重新再过起来。台湾新闻林定佑、齐飞玲台北报道。